那个可能会很辛苦哦，因为他们走气质路线。真的，不相信的话，我不知道你可以撑到多久不会睡觉。真的不会睡觉。谢谢你，好棒哦！你还会有机会加油。好，高雄天气好热，我要穿西装。然后我来自台东，都兰，本身是阿美族，水蜜是我阿美族的名字，这个名字我小时候不是很喜欢，因为水蜜的中文意思叫做木炭，不要怀疑就是烤肉的那个木炭，就觉得为什么我要叫木炭？后来才慢慢发现，其实取名字其实有用意的。阿美族很多训也在训练自己的，尤其是男孩子，因为我是母系社会，他需要男孩子就是要勤劳，要有用的，所以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会变有用的，所以男孩子的名字通常都是具有功能性的，所以叫木炭。那你可以往好的方向想，就是 energy， 能量，有很勉强啊。没有。我比我爸爸好多了。我爸爸叫杂技，杂技中文的意思是笨狗的意思。那我们要帮他想比较好的解释。唱一首阿美族的歌，这首歌婚姻阿公曾经唱过，写在亚当兰大奥运中变成主题曲的，里面很重要的不一样的版本，然后我加上提琴的配乐，这首歌他们觉得很歌。